造吧。恁着黄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黄摇花唱歌，着黄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班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摇花最大，因为应该受极大的侮辱，伫伊正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吼，圣诗28首，圣诗28首。天父看到七鸟跋落，伊可怜因艰苦，伊安尼疼细只鸟仔，伊也一定疼我。天父疼我，天父疼我，我知天父疼我，我知伊疼细只鸟仔，天父一定疼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坚固咱的信仰。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第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
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伫这圣的主日，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宝座前，阮要用虔诚的心来学了你，因为阮知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君王。你知阮是微微小可的人，你嘛深知阮的欠缺甲需要，阮的心思意念你拢知。愿主你帮助阮，互阮警醒阮家己，嘛祝福阮真做主你重用的器具，也保守阮的脚步永远无摇错。愿主你也祝福阮潘牧师今仔日要所分享的信息，拢会当来坚固阮的心智，互阮知影阮着安怎来顺服伫主你属天的管理。愿主你日日带领甲引带，那阮来同心祈祷，伫你面前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是我来报告。第一点，本会定伫12月第1个主日起，连续召开第42届中职选举临时的好会，直到选举完成，为着帮助选举顺利来进行，本会定伫下周下主日10月初3举行即次候选人的初选。结果真侪小会提名候选人的参考甲评估，敬请全体在职的陪参会员协助配合。第二点，咱家己来看吼，下周主日10月初3下晡3点半，伫主堂要召开10月份的定期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单位首长甲同工列席。下周主日10月3号为总会所定常年时间奉献主日，敬请兄弟准备心力奉献甲代祷。本会1楼的广场有新铺油漆吼，请咱有骑机车的兄弟姊妹，咱停车的时，咱毋通踩迄个中央迄个条咱会当侧面落去贴落去迄落，嘛莫锁咱的迄个龙头吼，就是龙头，以便同工安排车位。本会2021年下半年度装备课程，将伫个10月1号礼拜5暗时7点半到9点半起来举办，敬请兄弟咱的办公室是线顶来报名参加。请有参加10月2号、10月9、10月23，每礼拜六上午9点半到4点半，幸福小组线顶演习会的同工，敬请咱准时来出席。地点就是伫咱的本堂，咱的副堂吼。本会定伫10月24日下晡3点，伫教会主堂有举办领袖训练装备会。敬请国务区小组长甲外电事工单位组长参加，请区长也是办公室来报名，以便统计人数。当日咱有准备暗顿。本会定伫10月初10礼拜日举行2021年中央主义敬老的活动。65岁以上受请赠送寿桃，请伫当日礼拜结束了后，办公室来领取。70岁以上受请，也就是40年厝的，本会递送红包祝贺。70岁有600块，80岁有1000块，90岁有2000块，100岁有3000块。70岁以上的名单咱拢有牵伫个周报内面哦，就伫咱的第8页甲第9页。具体消息咱请潘牧师。性命教育团队吼，9月底每拜二早起7点半到8点40吼，要求兄弟吼，看会当有人来做义工无？即马佫欠2名吼，有兴趣的兄弟，若是有去注这疫苗吼，就会当甲咱的办公室的团队来报名。第2点就是讲，阮的即个青木区吼，伫10月23拜六早起1点半。在敬拜中心举办这诗青儿吼关怀福音大会，
欢迎若是有意愿来参与佛师的义工，会当甲明仔来报名吼。我嘛会当开即个义工的即个时数吼。第三点就补充写即个小员的即个低利率贷款15万吼，利息年利率3.6%吼，这大家拢知，所以咱家己看就好吼。好，以上报告。请咱三甲来共讨上帝话语。记载伫个创世纪22章咱要对1节到14节，白话语伫个26页，台语伫个20页，和合本伫23页。显着的是，我来读，恁来看。这个代志以后，上帝赐亚伯拉罕，叫伊讲：亚伯拉罕，伊就应讲：我伫遮。上帝讲：你带你的囝，就是你的独生的囝，你所疼的以撒，去摩利亚的地，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伫遐将伊献做烧祭。亚伯拉罕透早起来，备办炉，带伊2个少年人，甲伊的囝以撒，也破烧祭的柴，就起身去上帝所指示伊的地。到第3日，亚伯拉罕也捌远远看。迄个所在，亚伯拉罕对伊个少年人讲：恁甲炉踮遮听候，我甲囝，我甲我的囡仔，起来敬拜，就倒来恁遮。亚伯拉罕将烧祭的柴，下伫伊的囝以撒的身上，家己的手也下甲刀，对迄叠2人3角行。第7节，以撒甲伊的老爸亚伯拉罕讲。爸啊，伊讲我的囝，我伫遮。伊讲你看，火甲柴拢有，总是烧祭的样仔伫倒伫哪落？亚伯拉罕讲我的囝，上帝要家己备办烧祭的样仔，对即叠2人3角行。因到上帝指示的所在，亚伯拉罕伫遐起弹，将柴摆好，就把伊的囝以撒下伫弹林的柴顶。亚伯拉罕就伸手举刀，要杀伊的囝。耶和华的使者对天叫伊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使者讲：你毋通伫即个囡仔的身上下手，也毋通对伊怎样做，因为我哪知你是敬畏上帝，也无将你的囝，就是你的独生囝留地，毋互我。亚伯拉罕也捌看见后面有一只羊羔，角甜伫个规抱的树仔。亚伯拉罕就去掠伊，掠迄只羊羔来献做烧祭来替伊的囝。亚伯拉罕迄个所在叫耶和华伊咧，到今仔日人嘛是要安尼来叫吼。伫耶和华的山要有备办。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祝福遵行伊话语的人。即时咱要来讲道吼，咱要请潘牧师，潘牧师今仔日所讲的主题就是，甲你的后生献互我，甲你的后生献互我。各位兄弟来平安，感谢主，咱会当搁一届来教会做伙来敬拜上帝。早前一个即个连续剧吼，大家拢应该拢有看见，但是迄片吼，我咧看的时阵，我搁真细汉吼。我看无啥有啦，或者星星知我心有听过无？有啊。昨夜多少伤心的泪涌上心头，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更应该单一无啊，说有人会记伊的内容是啥物无？就是讲，一个妈妈的养是4个囡仔，5个，4个5个。拢无看哟，还是袂记？有啊吼，里面有4个5个嘛，对啦，弯弯撇撇，迄无重要。细汉时候，就是我细汉时候我看无，但是我妈妈大概看吼，还是讲吼，迄时阵只有3台尔，所以吼，厝边隔壁行去啥物所在，只要是播迄个星星知我心的时间的时候，大家就拢电视拍开，就足安静咧看电视安尼啊。看到吼感动的时候，大家拢七八屎啊！我以前吼细汉吼，因为我住伫菜市啊，所以我讲厝边隔壁拢足近的。然后我就是看到星星知我心的时间的时候，拢无人，大家拢咧看电视，拢咧看星星知我心啊。结果
我因为佫真细汉，但是我看无，但是我就了解讲哦，即个电视剧吼，一定是有真特别的所在。然后我坐落来看，我坐落来看的时阵，哪看我家己就哪流目屎。虽然我看无啥物，但是我看到我妈妈流目屎嘛，对着流目屎。啊，叫我妈妈就讲啊，伊就甲我揽来讲，你知影为虾米因会妈妈会哭无？我讲为虾米？啊，我妈妈讲，因为伊要甲伊心头的肉，就是伊的囡仔送互别人去饲。我讲啊，为虾米爱分开？分开，就讲因为因无法度搁甲饲，伊妈妈无法度，伊即个有破病，吼，所以无法度搁即养饲伊即个死，伊即个囡仔，所以无法度，无奈。啊，迄时吼，我妈妈有一个投射心态啊，因为阮爸爸吼无伫厝诶，吼，以前伊就是即个外遇的关系，所以讲吼，我妈妈爱养饲四个囡仔。所以吼，我妈妈大概就是去吼，大家讲，咱都亲像星星知我心啦。有一天吼，我会甲恁送互别人啦。真个早前吼，要一个查某人要饲4个囡仔，真正是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吼，我昨看到我去上班的即少年时去餐厅拍工，还是上班的即个薪资吼，才14,000，但是我会知影讲我伫餐厅内面啥物都爱做，吼，对早起做到暗时，一忝，14,000。但一个查某人伫迄个时阵要趁钱养饲4个囡仔，真正是无简单的代志。所以伫早前台湾伊经济关系，所以有真济会甲囡仔送互别人嘛。我就会记得讲，我妈妈是送互别人去养饲的养女嘛。但是迄是无法度，无办法的代志。总是今仔日天父上帝要求阿伯拉罕将伊唯一的一个囝献祭互伊的时阵，看起来是毋是真无合理的一个要求？是啊，早前台湾人咧送囡仔时阵，因为厝年生伤济嘛，饲袂起的时阵，说送你一个做客囝。送你一个做客查囝，有印象无？还是只有阮兜尔？台湾有即款文化嘛？有无？有各位阿公阿嬷有嘛？有啦，甲印一个嘛，还是我台语无标准。我即场我人甲讲国语好啊，改国语场好啊。所以迄时我就听我妈妈咧讲吼，因就是讲吼，讲伊细汉时伊。我足侪阿姑、足侪阿姨的，伤济，结果阮阿公的一个兄弟吼，迄时生袂出来，就讲遮侪囡仔你分一个互我好啊。阮阿公就讲，哇，迄个互你啊，你带去啊，我真正带去。带去以后，就阮妈妈的生活就过来真好，因为伫迄个家庭当中真富有。总是伊伫富有家庭当中大汉的时，伊嘛心内袂感觉，迄间厝就是因兜啊。伊嘛是定定走转去因爸爸妈妈遐，所以遐这有时上帝会对咱的生命当中提出无合理的要求，尤其是伊对阿伯拉罕的要求讲，你家己的囡仔献祭互我的时阵，这是一个真奇怪的代志。阿伯拉罕几岁生一个囡仔？100岁。然后是要甲这个囡仔带去你献祭的时阵，因某甲伊放伊煞，就对袂嘛。对无？总是上帝甲讲即句话的时阵，伊啥物拢无讲，物件全款的，都要去山顶，要执行上帝的命令，要执行上帝的命令，无合理啊，真奇怪。但是伊完全顺服，这是一个真奇怪的代志。但是咱来看原文的时阵，咱看见上帝。对伊讲即句话是讲，请求你将你的后生，你的独生囝，就是你所疼迄个以撒，带去山顶献祭互我。伫旧约当中，这上帝讲3摆请求。第一届就是对阿伯拉罕讲，你看四面的土地，你所看到的土地，拢对真做你的土地。
第二摆是讲，你看天顶的星，伫你的后代要亲像天顶的星遐济。第三摆，搁着当以后，我讲请你，意思讲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所以早前阿伯拉罕伊听过2届上帝讲请你的时阵，伊应允，他看见上帝的请求应允啦。上帝对伊讲话的遐个代志拢应允的时阵，伊当然伊嘛是完全相信，带伊的囡仔去山顶咧献祭。总是敢有遐简单？都毋是咧食高票就神丹，无遐简单，无遐简单嘛，对无？对无？大家知影伊心内艰苦惊吓无？知嘛？但是讲拢无感情，阿伯拉罕拢无感情，好，上帝讲啥我就做啥，哪有可能？圣经写，当时无甲伊心内压力写出来；圣经咧写，也无将伊心内惊吓写出来。总是一定知影讲，阿伯拉罕伊心内一定是真艰苦，所以伊行3工的迄个路途爱行3工，迄路途行3工，一直行到真远所在去献祭。伊生真艰苦，当伊咧传物件的时阵，传茶火的时阵，传刀仔的时阵，实在绝对是艰苦。所以一句话拢无讲，咱看见圣经内面。伊就讲，伊透早起来，就要去执行上帝对伊的要求，真无合理嘛！早前犹太教嘛无咧献人祭啊，献人祭是迦南地遐个目款无共款的宗教咧献人祭，甲人献祭，君王家己的后生献祭献互天。迄互因所信的神，迄是伫迦南的宗教定定有诶。尤其是甲人、甲家己叫做君王、甲家己的囡仔献做祭献互天，是君王才做会着的，才会当做的代志。一般百姓佫无法度做，但上帝对伊要求真奇怪。阿伯拉罕虽然是来艰苦，伊嘛是继续头前来行，避万好势，头前来行。心内会感觉绝对是感觉无合理，绝对是无合理的，对无？上帝伫咱生命当中，敢有寡无合理的要求？有无？无嘛？有嘛？绝对有寡无合理的要求啊！耶稣基督无对咱生命当中无合理的要求真济啊！你爱原谅人70个700，你爱听你的冤仇人。若是人拍你的正面的面，你倒面的面爱越过互神，是毋是无合理的要求？有咧读圣经无啊？有啦。哦，感谢主。但是要实践真困难啊！伊讲头前第一句就讲，这是一个考试，和阿伯拉罕伊一个落尾考试。阿伯拉罕咱讲伊是啥物信心之父，伊信心真大，伊完全相信我靠上帝无权能来过活。伊一生行来就是上帝引传伊的道路，所以伊完全我靠天父上帝。所以阿伯拉罕伊到一个所在，伊就是起一个祭坛，你知无？伊个祭坛意思就讲上帝甲我三角伫地。伊去到一个青云的所在，伊毋捌去过的所在的时阵，伊就起一个祭坛。比如讲上帝甲我三角伫地，然后宣告讲这片土地就是天父上帝的，这是伊一生所做的代志。到落尾，上帝要互伊起的上落尾一个祭坛，就是甲伊家己的囝放伫顶面烧伊的时阵，无合理啊，完全无合理。但伫这个无合理当中，是要甲考试，咱拢知。伫无合理的当中，是要甲咱讲一件代志，就是咱生命的主权爱完全交托伫天父上帝顶面，伫手中。
过去3个月，我一直要求，一直期待异地的新约会出现伫阮牧师娘的身上。我一直祈祷，我一直敬拜，伫病院当中。然后我看见我的祈祷无敢若无啥物路用，牧师娘的状况愈来愈差，愈来愈差，愈来愈差。迄个时阵，我讲牧师娘无甲教会请假，因为我拢想讲伊足紧就会好。所以我只有请2礼拜的假，专心照顾牧师娘，毋茫伊咱赶紧出院。但是对6月份到9月份，伊的精神就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伊一直伊的即个身体一直在退化，真侪无好的即个并发症吼在发生。大概我上惊去做检查啊。你去照啥物的时阵，我伫外口就紧张，因为大概去照的时阵出来就讲，潘先生，刚刚吼，你老婆的这个，我讲看你的表情就知影最严重啊，你只讲明讲，讲对，真严重，你这真严重，迄嘛真严重，这真无好，迄嘛真无好。逐摆去检查的时候，我拢祈祷嘛。我相信大家拢有即个经验啊，就咱送咱的亲人去检查的时阵，你知检查伫外口来，你等的人心内真惊吓。但是互送入去内面检查的人心内更加惊吓嘛，对无？大家拢有即个经验嘛。我祝福你，你若是无，你就是一生平安啦，好无？我讲，大家拢有即个经验就我都无诶，当然嘛无诶，无理想嘛，无拄着啊，咱勇敢去面对嘛，敢是？大家检验，心内惊吓，大家去检验，我拢祈祷，但是出来诶时阵，结果拢无好。迄时就开心内就惊讲到底要安怎？上帝是毋是无听我诶祈祷？上帝是毋是离开我？上帝是毋是袂记住我？迄是真惊吓。到迄个时阵，我就是教会甲病院甲厝里，因为阮兜有饲毛小孩吼，搞完猫啊，再来转去甲照顾。但是我若是出病院的时阵吼，我感觉这个世界真虚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伫病院当中，我咧顾牧师娘的时阵，伊的疼伤过真实，至到讲上帝敢若离阮真远，因为伊的疼是24点钟离开，而且伊的迄个病是袂放假，所以伊24点钟咧疼的时阵，伊暗时也袂当困，早起爱阁接受真侪治疗。然后你陪伴的人，伊咧身躯咧无爽快的时阵，你敢困会去？你敢食会落？食袂落，你嘛困袂去。所以我有真长的时间，差个外月困的时阵，那是困一半，阁爬起来用坐困。我无就是体安尼，就是体壁顶面困，但是无法度真正困去。你讲牧师，你要祈祷有啊？我真认真咧祈祷呢。我早起时会祈祷，徛倒摆祈祷，暗时也会祈祷。暗时啊半暝3点爬起来，偷偷啊祈祷，逐工祈祷，逐工祈祷。但意思讲无啥物改变，无啥物改变。有一摆我就徛倒摆，咧等下到阮服侍。服侍煞以后，就收到即个电话，对病院开电话讲，伊已经做昏迷安尼。是我对教会去徛倒摆转去的时阵，我真惊吓，油门一摆甲吹落。但有人看过迄小红摩托车无？有吼，足细只，有人足大只，一摆甲吹落嘛是足慢，足慢呢。
啊，足慢的时候，我就先来了，我就一直咧讲，开始咧救助所有物件。人咧着急的时阵，就是开始会生气，四面什么代志拢来牵拖。啊，红灯啦，你是讲红灯啦，对啦，搁红灯啦，你就是衰啦，你还拄着红灯啦。油门甲吹落去，对啦，这慢啦，慢慢咧骑啦，对啦，这危险，你个慢慢咧骑，对啦，你就是无钱好换新车啦。啊，停车红灯的时阵讲，对啦，你个大裤带啦，对啦，这车才会走袂紧啦。有无？咱若是心内咧着急的时阵，是毋是就开始救助乌白牵拖？会袂？啊，拢无人甲我应，恁拢袂哦，恁修养遮好，袂嘛？恁拢袂哦？袂哦，阮拢袂哦。阮拢感谢哈利路亚，感谢上帝。莫甲我骗，我也是讲，但是真正是我家己的问题。我来算我家己的问题好啊，莫点头啦，林院长。我讲我家己的问题，林院长，对，你有问题。这心情无好来牵拖，落去骑车骑到一半，吹到真骑到一半的时阵，突然间一个声甲我讲，就算讲你伫迄个所在，又如何呢？我会对，我着几偌年前听过靠山牧师讲道的时阵，即句话一直我心中。伊迄个时阵，靠山牧师真即个病真重，然后医生甲讲吼，你癌吼安怎多啦，安怎个安怎，佫讲无清楚，但是伊感觉家己身体真虚真衰弱。啊，当伊要开刀迄天的时阵，伊就做一个决定，讲我爱去看我的妈妈。伊妈妈90几岁啊，伊就开车去伊妈妈住的所在，伫遐等1点钟，就为着看伊妈妈迄个因所聘的这活路，甲伊妈妈塞在楼骹出去散步。伊听着伊妈妈差不多3、4秒钟的时间，看到伊妈妈离开以后，伊才开车离开。然后伊就开始祈祷讲：我特别上帝照顾我的妈妈吼，啊，我的伊个敲电话互真侪人讲我的爱照顾什物我的囝、我的某我敲电话，到落尾特别上帝甲讲，你较有遐济人，为什么你无敲电话互我？为什么你无将你生命当中你所看当下的代志交托互我呢？就算讲你伫因的身边，你阁会通做啥物？落尾迄句话，入我的心上讲，就算讲判无输，就算讲你即马伫病院又如何？你阁会当做啥物？迄时我就甲我后头摆放较慢。我开始慢慢仔行，慢慢仔祈祷，慢慢仔行，慢慢祈祷。伫迄天开始，我就该知影讲，上帝提出无合理的要求的时阵，提起来将咱生命主权完全交托伫伊的手中。第二，就是爱咱诚实来面对伊。大家我祈祷，我相信大家人祈祷共款，尤其牧者的祈祷拢会较文啊，较斯文。伫病院当中，我甲牧师的祈祷拢食饭的祈祷，两个人做祈祷，我特别上帝感谢你。虽望伫病痛当中，虽望是伫真艰苦当中，但是阮会知影你的恩典甲阮撒甲伫地。阮祈求主你来医治，你会把我的牧师娘，互伊的身体会当勇行。大家拢安尼祈祷，大家拢安尼祈祷，大家要食饭就安尼祈祷，大家就为伊祈祷，就是用即款的方式祈祷。当然毋单是这句尔，真侪句。但到落尾的时阵，牧师开始慢慢无法度食饭的时阵，伊连坐起来都困难的时阵，伊就甲牧师娘就甲我问一句话讲：我咧祈祷的时阵，伊就甲我问一句话讲：上帝是毋是甲我放袂记啊？咱伫一个真痛苦、身体真痛苦、真艰苦的时阵，伊当然问即个问题。上帝是毋是甲我放袂记？伊24点钟咧听，上帝无听我祈祷，无较好，上帝是毋是甲我放袂记？我会听伊即句话以后，我就目屎就流落来。我无法度回答伊的问题，知无？
我过去在病院当中，咧做即个关怀师的时阵，咧实习，我去真侪病房，为别人唱，为人唱歌，为人祈祷，为陪伴，听人讲话。我无法度回答因对苦难的即个问题，伊讲为虾米我会破病，我无法度回答。但是你若破病真久的时阵，你就开始怀疑天父上帝伫你身边，你真正敢有真正疼你这个囡仔？开始怀疑啊！如果我祈祷，我就改变啦。我天父上帝，我也真生气。因为我讲遮久，我祈祷遮久，我无看见医治的恩典，我也无看见你疗愈的恩典，我也无看见愈来愈好，我只有看见病痛愈来愈猖狂，我只有看见我愈来愈忝，我只有看见病情愈来愈严重。敢讲你是只有住伫咧悠长教会的上帝，你无伫咧病院当中？敢讲你只有听遐个健康的人的祈祷，你无听病痛的人的祈祷？敢讲你只有听遐个有钱阁有健康的人的祈祷，遐个人会当为你做见证？你无听阮卑微的人的祈祷？天父上帝，我真生气。伫咧迄天以后，无随年的状况开始好起来，因为我开始做即个祈祷，讲我将主权交托你的手中，伊毋是我的牧师娘，我毋是讲祈祷讲为我的牧师娘来祈祷，求你互我的牧师娘会当得到勇惊，得到医治。我祈祷改变。我改变讲，主，求你来医治你家己的查某囝，迄是你的查某囝。第一天开始，牧师娘的状况开始改变。所以，伫面对生命当中无合理的情形的时阵，有两件代志爱咱学习。除了信心以外，信心后壁有两个最重要。第一，就是生命的主权。爱交互上帝。第二，爱诚实、老实来到伊的面头前。有时咱都是秘伫咧即个宗教的外袍下面，对啊，黄牧师真够讲，真够祈祷，你着真够祈祷，你有伊恩典来祈祷。但是问题是，将即束衫甲牧师的即个身份摕掉以后。我搁剩啥物？我有一摆伫梦中梦见一件代志真特别，我今仔到哪搁会记？我梦中有一济人咧排队啊！迄排有够长诶，我伫后壁，真济人。我前后拢真济人，头前一个先生啊，我着慢慢行，我问头面先生，先生啊，咱排队要去倒位？讲，咱要去见耶稣啊！哈！我穿安尼见耶稣，嘿啊！逐个人拢共款，完全无穿衫。我想要讲啊，啥物人甲我的牧师服摕来？但是共款，无论你是穿啥物款的衫，还是穿牧师的大礼服，咱嘛是爱坦白老实面对天父上帝的审判。我甲你无啥物无共款。若是讲有无共款，天父上帝对我的审判会搁较严重啊！因为我是传扬上帝话语的人，我应该要遵趁上帝的话语。如果伫这无合理的情形当中，我开始慢慢学习将生命的主权交互上帝，然后我诚实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后壁咱喊奉称做讲信心的老爸，代表伊甲天父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伊真艰苦，
伊面对即个无合理的要求的时阵真艰苦。但是我感觉即个艰苦是啥物？我伫一个心内真惊吓、真不安的时候，我看到即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即就是阿伯拉罕的重量。啥物是重量？迄个重量，大家有看过我咧拍沙包迄讲道无？无啊吼，无就爱叫文师甲我的沙包摕起来，搁你办公室。你若是要有重量，迄个重量就是讲，你对上帝的认捌，甲你的经历，会成做你一摆赢过一摆生命当中的困难的时阵，一摆搁一摆赢过无合理的情形的时阵，一摆搁一摆赢过的时阵，每一摆你赢过的时阵，你就成做增加一点仔重量，增加一点仔重量，实践信仰增加重量。我靠上帝赢过生命当中困难，增加你的重量。信仰若是无重量，就亲像迄个鸡鬼共款啊，看了真大真好看，内面充满上帝经文、祈祷、敬拜、学了，但是拄着生命当中的风影甲打击的时阵，下面无重量，随讲就噗就走去啊，就飞去啊。但是迄个沙包为虾米袂倒？就是因为伊顶面虽然是空气，下面是重的，有重量的啊，有底水伫内面啊。所以，伊拄着生命当中真侪打击的时阵，伊虽然会受打击，总是伊袂倒落，伊袂飞走，伊袂脱去。为虾米？因为生命有重量嘛。落尾我看见阿伯拉罕伊生命当中的重量，就是一生行过来，面对天父上帝无合理的要求的时阵，伊会当顺坦到底的时阵，伊生命有重量啊。所以落尾我感觉讲，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重量。但是真歹排即个时机个，讲主你是毋是无听我？特别讲你看阿伯拉罕，伊所做袂到的代志，伊献伊的后生献袂到的时阵，我甲讲将你的囝献互我的时阵，伊做袂到的时阵，我替伊做到啊。因为我将我的独生囝献互你，我要求阿伯拉罕讲将你的独生囝互我的时阵是可耻。但是我将我家己的囝献出去的时阵，是要求恁会当开嘴讲，天父上帝将你的独生囝赏赐互我。所以这就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天父上帝完成阿伯拉罕伊所无法度做的代志。所以当我伫犹豫的时阵，天父上帝甲我讲，你看这段经文，阿伯拉罕陪伊的囝行咧。行山路，行3工，然后行去要山顶献祭的时阵，伊的心真艰苦。你看耶稣基督咧排十字架，要去顶十字架的时阵，我伫天顶看，我伫陪伫伊身边的时阵，我心内真艰苦。我对阿伯拉罕讲，家你的囝互我的时阵，我知伊心内真艰苦。但是落尾，伊无做到的代志，伊做袂到的代志，我替伊来完成。我知影一个老爸将囝献互别人是啥物款的心情。我对伊讲，将你的囝献互我，因为我落尾要做同款代志，要甲我的囝赏赐互恁的时阵，就是要互恁做一件代志，就是恁对天父上帝要求讲，主啊，天父上帝将你的独生囝赏赐互我，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因为伊为我陪我生命当中的担当。然后我就开始无法度怀疑天父上帝对我生命当中的疼，因为伊将这个囝，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咧排十字架的时候，毋是为着别人，是为着咱众人来排十字架。所以伫平日当中，伫真困苦当中，我犹原会当唱歌学咯，到慢慢无顺利，无法度食饭。无都坐起来，脚开2摆刀，然后失血过多，然后真惊吓的时阵，一步拢看到上帝恩典。伊的血色素5.1，正常人是12的自己我袂记。就听到迄护士杀迄个火起来，这血色素伤低啦，爱紧急输血啦。但是无顺利，搁咧讲电话，哈！你袂感觉人对伊无爽快？袂啊，无顺利，搁咧帮
一对少年呢来备办因的婚礼。讲若照你即个情形，则就是爱分道安尼。讲袂咧，无啥物感觉。新野、奇妙，水往是伫无爽快当中，伫真肉体白徛安尼当中，总是我甲无顺便分享讲，阮拢知影讲上帝的恩典，咱也知影讲天父上帝的医治。啊，有时但是当咱无拄着、无得着这医治的时阵，咱会感觉讲上帝是毋是讨厌我？然后我就写一篇讲，是考验，不是讨厌。受到上帝拣选的，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对无？所以，人讲啊，这以色列人真好，受到天父上帝拣选。你去问因看卖，伊受到天父上帝拣选，伊有欢喜无？行伫旷野当中遐济冬的时间，受到天父上帝所拣选的遐门徒，因有欢喜无？你看摩西，伊有欢喜无？你看遐个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以利亚、以利沙，受到上帝所拣选，你看去因是毋是嘛是排真重的重担咧行因人生的道路？虽望安尼，总是因拢会当赢过生命当中的重担，敢毋是？所以咱想到天父上帝拣调的时阵，咱有一个任务啊。虽望咱生命当中有真济无爽快、一个无合理的要求，对天父上帝遐无合理的要求的时，总是伊的恩典是够也咱使用嘛。所以我常常讲说，受到天父上帝的拣选的人是无简单的人，因为摩西受到天父上帝拣选的时阵，要互伊去完成一个真困难、无可能的代志的时阵啊，然后伊又讲啊，要安怎？我的口才无好，我安怎？天父上帝叫应一句话讲，我甲你相较伫地，我甲你同在所有问题无啊。保罗求天父上帝讲，不如甲伊讲，将我即个刺甲摕走。也上帝甲讲一个咩？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有时咱袂当只有看一个表面，就看一面讲，哇，劳苦重担真艰苦。咱若是一直将看遮个问题，劳苦重担真艰苦，我来逐工看这，我来起笑。啊，无顺利的病到底当时会好，当时会好，当时会好。我看者真起笑。咱爱看全面嘛，对无？有一个长辈，一个老人，伊伫路上咧散步，伊就看到伊个小朋友吼，要离袂着，伊离袂着啊！结果迄个老人就慢慢行过讲：弟弟，你要离电铃哦，阿公来帮你离咯。好。迄阿公家己行动嘛无方便呢，也一拐仔行咯，慢慢啊。我甲你病，好啊，恁祷告啊！叫小朋友叫阿公的衫讲，好啊，咱紧走紧嘞。伊小朋友毋是要入去，伊是要恶作剧嘛。阿公只有看到一面讲啊，伊离袂着，我好心甲你离。结果想袂到讲离落是要恶作剧，紧走。咱只有看代志，若是只有看一面的时阵，咱所做的就是无完全嘛。所以到落尾时阵。今日无枢纽，伊愈来愈好。伊早起的时阵讲，帮我充电。我要安怎？你要充啥物？讲手机啊无电啊，然后我要听你讲道，伫线顶甲大家做伙做礼拜。伊真欢喜会当甲大家做伙做礼拜，伊也真欢喜会当伫逐礼拜会当伫线顶甲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伊也真欢喜，真侪人咧关心为伊祈祷。伊也真欢喜，知影讲伊是真侪人所听。所以大概伊收到卡片，还是讲收到小朋友收礼物的时阵，伊拢会真欢喜。哪哭哪笑，哪哭哪笑安尼。我会当了解讲，原来这伫咱生命当中有真侪无合理的代志发生，看起来无合理的代志发生，但是总是爱会记两项代志，伫无合理奇怪代志发生的时阵，就是爱了解讲，天父上帝爱将咱生命当中的主权。重新交托予伊。第二，就是爱信息来到伊的面头前。
这是咱今日爱学习。要来喊到落尾的时阵，拄着无合理的代志，伫山顶，结果伊的囝问甲问讲，茶花甲即个刀仔拢有啊，现者永远伫倒位？伊就讲天父上帝会陪伴，结果真正看到天父上帝陪伴，真正永远伫迄个所在。然后，迄个所在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上帝要陪伴。上帝要陪伴啥物？陪伴咱生命当中教育用的稳定。虽讲咱的生命当中有真侪病痛，有真侪困难，有真侪压力，总是伊陪伴教育的稳定。亲像伊对摩西所讲，我要甲你撒个地地；亲像伊对约书亚所讲，你毋免惊吓，无论你到什么所在，我拢甲恁同在。亲像伊对保罗所讲，我的稳定够你用。咱三个来祈祷。主，阮只是要要求，阮请求，阮呼求，将你的独生囝赏赐互阮，耶稣基督进入阮的心中，互阮得到平安，互阮得到欢喜。伫病痛当中的兄弟，阮特别祈求你来医治因；伫个困苦当中的兄弟，求你来救因脱离因目前的情形；伫咧丧乡当中的兄弟，求你来解决因的散车问题，伊的经济问题。主，阮生命当中有真侪问题，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因为伫你有完全的平安进入阮的心中。我完全将阮的性命的主权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阮老实诚实来到你的面头前，求你来听阮的祈祷，求你还像伫所有需要安慰、需要医治这兄弟身上，愿你来帮助。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来唱回应诗573首。我的信心若无定，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三家爱为着即个病痛当中的兄弟做来祈祷，伫忧伤当中的兄弟做来祈祷。
也为着咱教会个月开始要有门徒训练班。所以门徒训练毋是只有伫在目顶面的建造，是伫听心甲行为会当活出上帝即款的模式来建造。所以咱一定要受到训练以后，咱才知影爱如何来活出耶稣基督的即个形式来。所以咱会为着咱的即个门徒训练以及咱伫病厅当中的兄弟来祈祷，特别就是为着咱的兄弟咱常常会当举起圣洁的手来祈祷。这祈祷就是上好的服侍，想到就规祈祷。因为牧师娘的状况开始得到大改变的时阵，就是中保大岛开始有人紧急为因祈祷的时阵，哇！我感觉伊的气息、伊的精神、伊的平静，哇，拢有真大的改变。所以祈祷是一个真好的，因为咱家己一个人的气力无够，所以咱需要兄弟做伙来代祷。所以咱会当定来，互咱的教会会当真侪兄弟定会当举起圣洁的手，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人堂，为着咱的家庭，为着伫肉体病痛，是讲伫经济困境当中的人，做伙来祈祷。好唔好？咱呼叫三声主啊，咱做伙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感谢你，你是我的帮助，天父上帝，你是我的贵人。阮搁一届要来交托，阮教会当中所有软弱，伫肉体有病痛、经济困境的兄弟，完全交托伫你的面手中。主，阮将阮的主权交托之于你，阮顺服你的带领。主，阮也积极行伫你所手术的道路当中。主，手术我有智慧，主手术互我有气力，来赢过生命当中这个困境。互歹袂较赢，互你的恩典会当实现，互你的主权会当掌管伫这个兄弟生命当中。愿主为你搁一届来充满伫阮的基督教会当中，愿你搁一届来听阮的祈祷，阮将这个兄弟完全交托伫主的手中。早起时的祈祷，暗时的祈祷，愿逐天的这款的敬拜甲呼求，主你拢到三百度。主愿你医治的多巴灵充满伫友情教会当中。感谢主，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贵人，你来帮助我。特别上帝，你是听阮祈祷的主，你毋但是伫友情教会当中，你是住伫这个所在，因为你以正人的祈祷甲恶乐，正做你的宝座。当阮两三个人靠做名出之的时阵，你就甲阮三甲伫着。主，阮确信你会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会对这个所在发到真济需要祈祷。阮心中所想、所关心这个人的心中的身边，我相信伫病榻当中的人一直得医治，我相信伫困苦当中的兄弟得到安慰，我相信当阮祈祷、举手祈祷、开嘴呼求的时阵，神业会发生，因为友情教会就是充满你的神业发生的所在。当阮做正人祈祷的时阵，阮就看见病得的医治，困境得到来改变。忧伤得到安慰，愿你搁一届你甲阮三甲伫地，你互阮看见你的神业，你互阮看见你的恩典甲慈爱，充满伫你所听的这兄弟心上。当因愿意为人祈祷，愿意为人祝福的时阵，你就加倍祝福互因。祈祷靠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请坐，这是请这事来受奉献。
咱来做奉献的祈祷。阿爸天父，愿感谢你，互阮有能力甲福分，献上阮淡薄的金银，要成做教会事工的需要。愿主你成全甲祝福，也互阮明白生命的存在，拢是出自你，也祝福阮伫生活中以奉献成做感恩的实际行动。因为阮知天顶地下拢是对主你所出，主阮知你所看重的是阮的心，甲阮顺服的心意。主，愿感谢你，当阮安尼同心祈祷伫你面前，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祝福车肯298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感动甲交陪，愿上帝所赏赐某某恩典、平安、健康、喜乐，充满对恁，对大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